弟兄姐妹平安，周间信息题目看见了。我们一起来读圣经耶利米书。耶利米亚嘎兹在亚之方塞古沙夫当阿萨杜萨古沙夫。米利在古大邦与大关难，耶利米亚umaan ko maaraway isu saan pacaofhan aku maaraw aku ko在joong no alemu akirang han aku。耶和华问耶利米说：你看见什么？耶利米回答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Paswar sangku tapang matama ku rasuar isu mi talaay kako mi neng tu nika laci nu mi sualan aku saan。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为什么神在这里要问耶利米你看见什么？这里提到的杏树与留意保守的原文是同一个字根，读音也很接近。神借用杏树枝的意象指示耶利米，神对自己的话是非常警醒留意的，一定要保守到实现。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学到，当神看见你已经看见领悟了，他就会留意保守他自己的话，使得成就出来。也就是说，神看见你看见了，就不能再保留了，他必须将你看见的释放出来。这是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则，直到你看见了，你所看见的才能成为你的信心。因为当你看见了，你才能不再去理会环境怎么说，眼见的事实怎么说，或者别人怎么说。你看见了，你活在那看见里，你知道神所应许的必定会成就。信心使你面对面的看见神，信心使你看见神所看见的，你对事情就能够有神全貌的观点，然后你才能在这信心上站立，而且坚持到底。因为你已经看见，你知道就是知道，神的话是真实的，是可信的，神必成就他自己说过的话。哥林多后书4章这里提到说，我信，所以我宣扬。基于同样的信心，我们信，所以我们也宣扬。Usuar madilik I fangcarai cutlasi tuna pasalin kaku saka mipalu siang kaku saan tuna malutas ku biti ernu falu cuat saka nano pasalin niamku sabi palu siang niam。我们用信心亲近神，看见神，也要在信心里说话。从天上的角度来说话，从神的眼光来说话。我相信神期待你说出他向你说的话，你必须说出神的话，就是圣经。因为当神创造的时候，神用说来创造，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了。我们现在最大的难处在于我们相信，神使
应许的事可以从天上临到地上来。为什么我们要说出呢？因为我们已经不在时间里面，我们超越了时间，我们与神亲近、亲密，与神连结，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和神的奥秘，以及属天的事。换句话说，你所看见的一切都是超越时间的，除非你说出来，否则你所看见那属天的事就不能成就在地上。你不仅要说出，而且要一直不断的宣告神的话。你所说出的是神的话，神的话就一定会成全。虽然有时是需要一段时间，信心使你从超自然、永恒的领域来说话。信心代表你同意神的话，然后你像神一样的将那话给说出来。你同意神的话，你就按神所说的来说话。你说出神的话，就像神自己说出这话一样。因此，你所说的必会成就，因为是神说的，你按神的话来宣告，神的话是不会废去的，他所说的话永远长存。例如，你身上还有软弱，当你一直宣告神能照着运行在我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所求所想的，你看见神的话比你的软弱更真实。你凭信与主联合，在信心里说，在信心里宣告神的话，在信心里行动生活，你就是与圣灵同工。圣灵的工作是超越一切理性思考的，在你灵里知道，不是人教出来的，不是推论而得，你里面就是知道。有时候你的知道是在你顺服神之后。有一个人自17岁肺结核蒙神医治，非常的戏剧性的信主了。到了83岁回到主耶稣身边，这人就是李斯特。李斯特一生顺服主，他花很多的时间寻求神的旨意，倾听神的声音，明辨神的心意。对李斯特而言，信心就是与神同行的天路历程。脱下一切缠累，对主说，凭你意行，我必跟随。他顺服圣灵的引导，到中国宣教。在以前1934年的时候，到中国旅行是非常危险的。李斯特就不止一次差一点丧命。有一次喝的水煮沸时间不够久，导致他腹泻、发烧、全身无力。后来病情加重，高烧不退，肠道出血，让他非常痛苦。李斯特不是爱抱怨的人，所以同工们也无从得知他究竟病得多严重。第二天早上，一行人要动身前往下个目的地，李斯特提着骡子走在最后。他因为连续数小时拉肚子，又没有吃东西，全身虚弱无力，竟然就从骡子的背上跌下来。他勉强地跑到路旁的矮树，
把套骡子的绳索绑在树上，整个人就昏过去。同行的人都没有发现，他就这样躺在路上，等几个钟头过去，李斯特终于醒来，发现身上的病竟都好了，高烧退了，力气也恢复了。原来神在他昏睡时将他医好了。李斯特就待在原地，直到同行的同工回头找到他，他继续往前走，满心欢喜。信实的神果然看顾他的需要，行神迹在他身上。如今信实的神依然在做这件事，在你的身上做更美的工作，因为神留意保守他自己的话，使得成就。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只要我与你合作，所以我若按你所要我做的去做，我是不需要再用天然的想法去想事情。你已经定了事情的结局，你所要求我的就只是顺服，按你所说的去行就是了。信心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信心的表现就是顺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